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发布2019年度亚洲区域人权报告，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出现重大倒退。此外，世界各地多处出现了香港模式的反抗。报告说，虽然言论和集会自由在很多国家都遭到打压，但与此同时，亚洲各地也都出现了由年轻人领导的抗议浪潮。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方面，报告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依旧，当局继续系统性的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报告还指责说，中国以反分裂国家或反恐的幌子进行的镇压活动在东突厥斯坦及西藏尤为严重。当局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进行骚扰性监控、任意拘押及强制教化。香港自去年6月开始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其中年轻人一直是各类示威活动的主要发起和参与者，常常出现在每一场抗议的最前线。土耳其裔德国议员他什达兰关于维吾尔人的一份提案被巴格里亚议会接受。该提案由德国社民党议员西蒙娜·斯特拉曼叶、亚历山德拉·希瑟曼、克劳斯·阿德尔特、斯特凡·舒斯特和阿里普·达什达兰一起提出。他们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判无期徒刑的维吾尔经济学者伊利哈姆图合提和其他维吾尔政治囚犯。土耳其裔德国社民党议员他什达兰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建议巴格里亚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和种族歧视行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周五表示，截止周四结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累计死亡病例213例。除中国各地外，被中共划分入其他省区的西藏东部已经出现多个确诊病例。东突厥斯坦新增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7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今天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在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突发事件委员会第2次会议。在1月22日至23日，突发事件委员会举行的第1次会议上，专家们对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不同意见。鉴于病例数量大量增加以及有确诊病例的其他国家增多，总干事决定举行第2次会议。突发事件委员会今天在经过6个多小时讨论后一致认为，疫情现已符合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标准，因此建议总干事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目前掌权的共产党是挑战西方民主原则的我们这个时代主要威胁。蓬佩奥说，911事件以后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减少，新时期的主要威胁是中国共产党。在与英国外交大臣拉卜共同露面时，这位华府最高外交官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威胁。他又说，西方盟邦必须确保下个世纪由西方民主原则统治。蓬佩奥这番发言前，英国政府在28日决定容许华参与打造 5G 网络的非核心部分，跟美国政府不同调。蓬佩奥表示，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延伸，美国的信息只应该通过可信的网络传递，美国肯定会这样做。蓬佩奥正在敦促英方改变决定，现在我们将讨论如何进行。武汉肺炎持续蔓延，世界各地的确诊案例持续传出。如今有一艘停靠在意大利的邮轮，因一对中国夫妇溺死感染武汉肺炎，全船遭封锁，7000人都无法下船。航行到意大利奇维塔吉亚港的哥斯达翡翠号邮轮，周四出现一对澳门夫妇出现发烧症状与呼吸道疾病，3名医生和1名护士登上这艘邮轮。
对这对夫妇进行检测，并将样本送往相关机构确认。为了防疫，船上6000名乘客与1000名船员被要求不得离开邮轮。据宣布，邮轮上有30名土耳其乘客。